2025年12月8日，馬克龍返到法國第一時間發表勁爆言論，最終可能會同中共脫鈎。2025年12月7日，馬克龍接受法國回聲報 Les Echos 專訪時發表嘅言論。佢啱啱結束對中共國嘅國事訪問，可能佢同中共嘅談判破裂咗，所以佢呢番話嘅主要立場係，中共對歐盟嘅巨額貿易順差係唔可持續嘅。歐盟對中共嘅貿易逆差喺近年大幅增長，中共正在傷害緊歐盟嘅經濟利益。佢認為中共基本上係唔會再喺我哋呢度進口任何嘢。呢種做法正喺度殺死歐洲嘅市場。因為如果歐洲經濟因為中共嘅低成本出口衝擊而受損，將會影響歐洲嘅購買力。佢警告話，如果中共唔採取措施解決貿易失衡嘅問題，歐洲將會喺未來幾個月內被迫仿效美國採取強硬措施，例如對中共產品徵收關稅。馬克龍強調，歐洲產業正處於困境，被夾喺美國嘅保護主義同中共嘅貿易保護主義之間。佢稱呢個係對歐洲產業嚟講生死攸關嘅問題。馬克龍主張歐盟需要團結一致，對中共採取更強硬嘅立場。呢個顯示出歐洲對同中共貿易關係日益擴大嘅失衡，同唔公平競爭嘅強烈不滿同擔憂。而家連對中共最友好嘅歐盟，都開始覺悟到中共要吞併全世界嘅野心。接下來，歐盟可能好快就會同中共脫鈎。小學雞啊，習近平你識唔識得點應對啊？今次分享到呢度，我係易經人，多謝大家。